台大病院有一个姓吴的医师，趁急诊值班的时阵，涉嫌甲一个查某病患性侵，专案经过台北地方法院审理了后，甲这医生判刑3年。也因为最近才发生这款医生性骚扰性侵的案件，医界团体就呼吁卫福部就要赶紧建立医师人员查询平台，民众就会当伫网络顶头找到这不良记录。然后卫福部表示讲，有请地方卫生局启动医师的听解委员会。那今日来公开这医生的名声呢？这部分是搁爱讨论的。青白衫的医师本底是要救人，没想到竟然变成性侵害的加害者。台湾病院的龙头台大病院，一个姓吴的妇产科住院的医师涉嫌对女病人性侵害，消息予大家听了拢错一个。医界团体认为讲性暴力是零吞润，卫福部应该较紧来建立医师人员的查询平台，让民众会当伫网络查医师的资格、记录处分的记录等等，强化民众自主把关。针对惩戒以及判决确定的名单，依法本来就可以公开，而英美等国也都有建置相关的公开平台。事件是发生在2021年6月的时阵，姓吴的医师是趁急诊值班的时阵，假作讲是要做性反应测试的理由，对查某病人脚内、手内性侵害。专案经过台北地方法院审理了后，法官认为讲，姓吴的医师伫犯后完全无后悔的意思，判3年的有期徒刑，专案会当上诉。对这卫福部表示讲，会照医师法，法文请地方的卫生局启动医师调解委员会。惩戒委员会他们讨论究竟会做成怎么样的决议，说给予什么样的处分，轻的会是警告，最重的会是废止他的医师证书。另外，今日公布性骚扰医疗人员的身份，卫福部讲会进行研议，针对讨论什么状况会当公开名，搁要公开到什么程度。若无确定犯罪事实，就把名传出去。若是事后发现讲并不是事实，这嘛会对当事人造成伤害，必须要真细致、真认真，嘛需要对细节搁进一步来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